为减轻弱势族群的负担，行政院免费发送低收入户快筛试剂，伫南区列册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大约是3120人。这次中央加强弱势族群防疫关怀，南区区公所伫第一时间就联络里长协助发送，以求快速以及降低民众群聚来领风险。区长肖秀华也感谢里长的配合以及为里民服务的热诚。疫情开始升温以来，我们的里长对于市府所推动的相关防疫工作都非常的尽心尽力。那透过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结合，我想我们的长者也好，我们的居民也好，可以感受到我们市府团队对防疫工作的用心。那尤其对这些弱势的长者，这一次其实在之前为了提高我们65岁长者的一个接种率，那我们市长也特别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你只要有去打追加剂的话，原则上我们都会赠送他快筛剂。那中央也感受到我们台南市的用心，所以这一次也特别针对我们低收、中低收每人每户每人可以领到5剂的快筛剂。近期疫情升温，防疫工作持续增加。南区里长联谊会会长辜福恩特别伫端午进前送肉粽慰劳第一线防疫人员，代表南区里长联谊会向因表达感谢。咱个几工就到咱肉粽节啦吼，啊，咱的南区里长联谊会里长吼，大家讲吼要为了这个防疫人员的辛苦吼，所以买一寡肉粽，要来表示一个意思安尼啦吼，安尼，互因大家会当端午节快乐安尼。区长肖秀华表示，非常感谢徛伫咧基站第一线的里长，长期以来为民服务，尽心尽力。特别伫疫情严峻现在，透过里邻的结合，互公所防疫工作会当更加完善。而且向所有里长表达感谢，同时也提醒大家，若是身体出现状况，应该及时使用快筛试剂，安尼是保护家己，嘛是保护家人。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